實質與權力，在科學與政治間求生是什麼？第一啲不同意這章節的焦點，實際是 academia 與權力 power 的角力。哈里修德作為科學家，創立有心理思想 psychohistory 但在帝國的政治高壓下，他必須在追求真理與保存性命之間找到平衡。為什麼依附政治資源心理思索需要龐大數據與研究資金？這意味着必須依附帝國的體制，權力害怕知識帝國忌憚任何可能動搖合法性的理論，因此對這頓保持監控。科學家的兩難，若這頓堅守純粹科學，他會被打壓甚至消滅；若妥協於政治，他的學論則可能被扭曲或利用。舉例，族類比或簡單案例，這就像一個氣候學家在威權國家提出再不改革能源政策，國家將陷入百年危機。政府一方面需要他的數據來預防災難，另一方面又害怕他的言論破壞穩定，因此在合作與打壓之間搖擺。反事實影響，如果沒有會怎樣？這頓完全拒絕與權力妥協，心理思索可能在初期就被抹殺，基地計劃根本無從展開繁殖。如果他全投靠權力，他的理論或會淪為帝國的宣傳工具，失去真正的歷史價值。擴展相似概念，關聯或類似概念，被迫在真理與服從間選擇。冷戰時代的科學家，不少物理學家在軍事資助下研究核能，但也因此陷入倫理困境。知識的能性，即便在高壓環境下，真理往往會找到保存與傳承的方式。反對的觀點或優化的觀點，有人會批評這頓太過務實，為了保存心理思索而甘於妥協，甚至讓基地計劃走上秘密與陰謀之路。但換個角度看，這是留得青山在的智慧。若沒有這份妥協，就不會有後來的基地文明。手結這一部分揭示了科學與政治的糾纏。學術並非真空存在，而是在權力的陰影下前行。謝頓的求生之道，就是在危險的帝國環境裏，為心理思索和基地計劃爭取一線生機。